台中跨年放烟火社歪去，一个囡仔烫着伤。屏东有民众因为放烟火起冤家，送去警察局。秘鲁起大烟，害渔船变气拢做伙，沿海厝体受损，北外港口甲海沙堡拢暂时关起来。比利时为今年开始禁止卖食一解毒偏掉的电子烟，是欧盟第一个推动禁令的国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戴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总统赖清德在元旦发表谈话，讲到立法院调野对立、有争议的三大法案拢三读通过。赖总统认为爱遵守宪政，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另外，赖总统嘛向国民党放出善意，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去美国参加川普总统就职典礼以前，会当做伙开讲食咖啡。任内第一遍发表元旦谈话。以民主学习国力影响世界新局，总统赖清德展望台湾的2025年，第一个讲到国内政治纷争，对立法院在冲突中三读通过选罢法、在违法、宪诉法三大法案。伊认为，就在一个宪政体制内，依照民主的方式解决。行政院有权提出复议，提供立法院重新审视的空间。宪政机关也可申请释宪。人民也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可以汇聚更大的民主力量，展现主权在民的真谛。伊若面对朝野严重的对立，赖总统也提出善意，讲伊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去美国参加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在出发进前，希望会当邀请朝野第三团再来讲国家大事。身为总统，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团结朝野、化解分歧。那我也打算在韩院长率领朝野代表启程之际，邀请他们到总统府来，大家一起喝咖啡，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国家的大事情。在谈话中，赖总统也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讲将会继续提悬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加经济韧性，并且深化加全世界民主供应链的合作。伊讲，极权主义若愈积极，民主国家就应该愈团结。公司新闻采访报道。2025年的第一天，有不少人一透早就去总统府外口排队，免领春仔甲红包乐啊。今年春仔顶悬是写“乐顺好春”，要祝民众新的一年六六大顺，好甲有春。今晚你按对来，我以新店来，嘿是，你老空店。2025年元旦透早，一些民众来到总统府，领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亲身发的春仔甲红包乐啊。有民众对别的县市来，也有民众看腻了，规暝无困，就来到总统府外口排队。现场是排甲热闹长，一个一个在等安全检查，要入去内底参观领春仔。睇到的民众心情嘛真欢喜。就是去跨年，跨完年后就来升旗，升旗以后就想讲来提春联安尼。欢喜无？有啊，因为头一摆做迄落带豆皮的红，迄落人阮厝迄落遐人看。民众展开总统府的村仔，面顶大大字写“绿顺好春”。这是赖清德、萧美琴上任头一年所做的村仔。总统府有特别解说讲，这是台语“六六大顺，好甲有春”的意思。望祝福民众在新的一年通事事顺利。另外，总统府为新年设计贺年卡、红包乐啊等等，这顶头也有总统、副总统亲手画的狗仔甲猫仔。那我们都知道，赖总统是狗派，然后萧总统是猫派，所以一开始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邀请他们的来手绘这个猫跟狗的图案，把它组合在一起，就有一种表现说台湾是一个就是有爱动物，然后植物多样，一个幸福自由的国家。总统府表示，民众除了通伫元旦总统府开放的时间来领春仔甲红包乐啊，搁来在新正年头正副总统到各县市公庙参拜的时，卖发予民众。也若总统府是一直到1月24有开放民众参观的时间，拢通领会到。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昨暝各地头拢有办跨年活动，不过台中中央公园放烟火时，炮啊讲突起烟火射歪，害一个囡仔烫着伤。若屏东嘛有民众因为放烟火问题起冤家，送去警察局。另外，金门跨年晚会无人机表演，去互批评讲哩哩落落，看拢无。
跨年烟火射出去，随到一挂火车对咧喷伫涂骹，民众看到随头毛咧紧走。台中市政府伫咧中央公园办跨年活动，元旦透早放烟火发生意外，6多台火车造成一个6岁查某囡仔小烫伤，公园附近的空地嘛出现火灾，现场民众拢甲手机摕出来翕乱伤。台中市消防局调查发现讲，疑似是放炮管固定的铁架啊落去，才造成烟火大射偏，会照炮烟火管理条例罚厂商10万。经查系烟火炮管固定架松脱而歪斜，导致烟火未能垂直发射，误伤警戒区外的观赏民众。本局将因爆竹烟火管理条例第16条第4项及第29条第1项第6款的规定，针对释放厂商处以新台币10万元的罚款。民众的垦丁街跨年暝嘛无平静，有民众放烟火，无细日去喷到路边的人，还有人伫咧打围头前放烟火，结果双方对冤家变作相拍。警方出动快打部队到场，甲涉案4个人照伤害、毁损、妨害特殊罪罪，移送屏东地检署。函请接获报案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到场，将在场犯嫌全部带返侦办。检询后，依伤害、毁损、妨害秩序等罪嫌，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深恒超的 logo。今麦跨年暗会嘛发生一堆问题，除了表演节目提早结束，结果离倒头上的时间阁差30分。上尾一个表演的无人机嘛，疑似因为强风无法度飞到预定关岛，造成导和文字是哩哩落落。它的规模有点小，而且它空拍机摆出来那种不是说很明显的，就是图形看不出。对啊，图形看不出来是什么。另外，还有当地市集单位嘛，不时一直传出跳电的问题，让民众是真失望。各地跨年活动好歹是差真济，嘛，让地方政府是无用的应变。记者综合报道。若是跨年的活动，台北市大巨蛋去年12月有办几场演唱会，附近就有居民反映讲，这演唱会咧闹热，厝体嘛会摇会害。另外，台北市有文资委员讲，因为大巨蛋的演唱会，这市场古迹上山演唱有表面地芳砖仔落落来。查宾一直咧海吊顶嘛一直摇，这毋是第一档，是台北大巨蛋阿妹跨年演唱会咧唱歌的时阵，4区底下的居民因厝拢疑似因为演唱会一直咧震动和害来害去。电力都已经摇到不能进去，不敢进去坐。有时候一摇可能摇个10多分钟啊。不过大巨蛋开演唱会影响的恐惊唔那是生活环境。台北市文资委员詹添全讲，大巨蛋边仔的市场古迹上山分抢，一个表面的壁棚是愈来愈大，以后市府爱重视。元旦假期在松烟古迹区可以看到游客是人来人往，不过在这个装置艺术后面的这一栋建筑物，在去年4月发生地震的时候出现了2道裂缝，不过最近疑似这个裂缝的缝隙越来越大。没想到我们松烟现在受到大巨蛋的影响这么严重，而且破天在起，这个裂缝开墙壁的那个地砖也都被震到开裂掉下来。文资委员刘宗德嘛建议讲，未来若是震动的活动，就无应该伫咧大巨蛋出租的范围内，应该回归体育活动。文化局最近会找体育局和远雄公司这单位来办理现场的会勘。因噎废食的感觉，大巨蛋反正它做出来就是为了这些活动，更好的配套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对于未来松烟古迹建筑的冲击，规划未来的修复工程的重点的补强措施。结果技术认为讲，大巨蛋在设计的时阵考虑到强震的问题，有乌深地下站来降低影响，但其实强震无亲像地动遐尼严重，主因就是因为台北是盆地地形。大鸡蛋或者小鸡蛋上面所产生的一个震动有没有？对土壤有没有？它会产生一个所谓的一个共振。市务卿认为讲，强震的问题和上分古迹损害之间的关系，佫需要观察。中山文创园区是表示讲，大巨蛋办演唱会时阵有定期巡场，有当时会看到茶汤震动，但是初步确认对古迹建筑无影响。接落来嘛会持续来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地球的视察，全球各地头的跨年活动为纽西兰开始，经过亚洲、欧洲、美洲，落尾是太平洋。伫咧南太平洋的萨摩亚，就是全世界上尾一个迎接2025年的国家。那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依照惯例，大家做伙甲时间倒打算，气氛是闹彩彩。纽约
着世博广场的民众是吵，现场声放离歌，代表假日控制术讲再见，迎接2025年的来到。将在民众国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有名的胜利的针，不管是结婚足久的，还是同志伴侣，拢在这么欢喜的气氛内面享受跨年的气氛。这种场合，当然一定要放法兰克辛纳区在1980年推出的名曲《New York New York》。2025年美国上重要的大代志之一，就是川普就要在20天后等来到白宫上任。川普的家族照管咧，在佛罗里达州的徛家举行跨年 party， 除了川普一家伙仔3代，包括大选内面大力挺川普的马斯克，和德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等等亲川普的共和党重量级人士拢来。现场的记者要问的重点，嘛是川普未来的内阁人事和政策。I think a lot of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ver the last 5 weeks. It's been pretty amazing when you look at what's happened. There's a whole light over the whole world, not just our country. There are a lot of very happy people. Well, I think we have great nominees. We're doing very well, as you know. I think most of them are being thought of very highly, just about all of them. 各队南平来到拉丁美洲，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市区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大道放跨年烟火，几十万群众甲广场和斯科利亚街都客甲满。当然，红酒则是三巴之都的巴西第2大城里约热内卢，嘛有一大堆群众来这开 party， 还有人是特别对阿根廷来的，就会来这看烟火表演、唱歌跳舞。Más me gustó el tema de los fuegos artificiales. Es hermoso. La primera vez que los vemos, la primera vez que venimos, pero es recomendable para venir, para volver. Hermoso todo。因为各地的时差，跨年晚会是对纽西兰开始一路往西，驶过亚洲、欧洲、美洲，落尾是太平洋地区。在南太平洋的美属萨摩亚，落尾会是全球上尾一个来迎接2025年元旦的所在。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欢喜迎接新年，不过国际球员无平静，真侪战争和冲突犹未拍煞。为中东到罗西亚和乌克兰，其实百姓拢同款，希望世界会当和平。饭店过就是2025年，侪以色列的少年人伫耶路撒冷的马哈尼亚乌达市场唱歌跳舞。警方讲迎接新年的第1分钟，就有2粒火箭为加沙射过来，1粒有砸落来，另外1粒落伫空地啊，并无造成灾害。现场庆祝的气氛也是真热。以色列的民众欢喜庆祝新年。加沙的百姓生活是真艰苦。联合国31发表一份23页的报告，讲以色列以反恐怖主义为理由，大动作攻击加沙走廊的病院，已经致使当地医疗体系强迫崩盘。各界真烦恼以色列敢是会遵守国际法，嘛列出因可能犯战争罪、甲反人类罪。毋但是加沙，以色列甲黎巴嫩南部、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嘛连续交战13个月，一直到去年11月底才达成停火的协议。目前局势真无稳定，也是持续有冲突。侪有路无厝黎巴嫩的百姓，敢若会当希望新的一年会变较好。镜头来看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烟火是真水。阿塞德政权倒台了后的头一个新年，是过去50年来从到大毋捌有的新气象。伫阿塞德独裁政权的时期，红关伫塞德纳阿感觉，即嘛有巴勒斯坦的犯人放放出来，因总算倒去甲约旦河的西岸，甲厝内人团圆。那罗西亚的首都莫斯科，民众要入去市中心庆祝新年，欢喜的气氛嘛甲往年同款，希望会当量早走向和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下年暝，犹原伫宵禁当中。泽伦斯基下年演说讲，会伫新的一年尽全力结束罗西亚将近要3年的入侵，嘛相信美国川普新政府会继续甲基辅徛做伙。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来看南美洲的天灾，秘鲁最近1礼拜起大雨，害渔船变起，海边的厝体嘛受损，这8月港口拢暂时关起来。那巴西即阵是咧落冰角，致使一间超市的厝顶破空，4个人受伤。东北水的渔民当要出海去掠鱼，无想到一个大雁忽然间架过来，大家只好较紧逃命。秘鲁北部的沿海最近几天是出现4公尺高的大雁，有够悬的大雁，甲海上作业的渔船是弄做一堆，有的甚至互弄甲冰船。这种无正常的现象已经持续1礼拜，毋但是造成封闭得关起来的港口增加到107个，还有121个海沙堡嘛未当使用，造成渔民无法度出海，耍水的民众必须要撤离，部分沿海的厝嘛互摧毁。Muy cuantiosa.
no lo podría estimar, pero es bastante. Esperanzados en una temporada que se avecinaba, pero no contábamos con el tema del mar, de la naturaleza y que realmente se iba a convertir a vísperas de finales de año en una desgracia para muchos de nosotros. 有关当局警告讲，这波伫美国沿海形成互强风靠过来，对千里远来的无正常的大影，估计要到初时才有可能消透。 Todavía estamos hablando de oleaje anómalo, pero de ligera intensidad. Esto va a continuar hasta el día 1 y de acuerdo ya al último análisis que hemos hecho, el día 2 va a incrementarse entre ligera y moderada intensidad. Esto va a durar probablemente hasta el día 4, donde ya volvamos a tener condiciones normales en todo el litoral. 今日转来巴西东南部城市巴鲁埃利，当时热天温暖阁真实，但是当地民众所看起来当地扫路面白色的积雪，真就看迄边是雪，是积起来的霜仔角。当地伫拜一的时阵落霜仔角，毋但是街仔路拢是冰，阁造成一间超市的厝顶，因为霜仔角一直吞，结果放气，造成4个人轻伤。空气的画面甚至会当对厝顶的破空，看到超市的火架拢现出来。巴西的气象单位进前捌警告当地会出现霜仔角含大雨，有可能造成停电和淹水。无想到阁发生厝顶放气，阁有人受伤的意外。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12月31日是美国甲巴拿马运河主权移交予巴拿马25周年的日子，巴拿马嘛有要举办活动来庆祝。不过前一阵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伊批评运河过路费伤贵啊。Trump 放调讲，巴拿马若唔甲费用减少，就要甲运河控制权收倒转来。针对 Trump 的言论，在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嘛无落软，态度是大家正硬。穆里诺强调讲，这条运河是巴拿马人民的，伊未接受任何侵犯主权行为。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移交管辖权届满25周年，巴拿马当局伫3月举行真隆重的庆祝仪式，由总统穆里诺亲身担任升旗手，和代表主权的国旗伫运河管理总部搁再升起来。 Hoy vemos la bandera panameña ondear libremente, como si hubiese estado ahí por siempre. Es importante que nuestros jóvenes conozcan y mantengan bien presente el altísimo costo de lucha y sangre que implicó izar esa bandera en ese lugar como señal inequívoca de soberanía. 巴拿马运河全长82公里，通过巴拿马地级是连接太平洋甲大西洋的通行要道，由美国伫1914年修建完成。美国前总统卡特1977年签署条约，同意伫1999年甲运河的控制权移交予巴拿马。由卡特几工前拄过身，莫尼诺也调讲讲到这段往事。Y una tristeza que nos invade por la muerte del presidente Jimmy Carter. Quien junto a Omar Torrijos y las generaciones precedentes tuvieron la visión y la nobleza de recorrer el justo camino para que el canal tuviese la nacionalidad que correspondía, la panameña. 莫尼诺讲，巴拿马拥有巴拿马运河主权，这点永远未改变。也正因为巴拿马采取中立的管理立场，维护具有战略地位的巴拿马运河，牵涉入任何的冲突，世界各国才放心。而且为搁再回应川普进前讲要收回运河的威胁，也对川普暗指运河即阵由中国军人非法来掌控。莫尼诺讲，这是真含糊错误讲法。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欧洲国家若加入新军公约，互相之间都会使自由往来，边境袂管制正利便。那东欧的罗马尼亚甲保加利亚虽然是欧盟的成员，却因为非法移民的问题，引起奥地利和荷兰的反对。10多年来拢无法度加入去新军区，一直到去年3月才开放机场和港口的管制。那为今年的元旦开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总算是正式加入去新军区啊。 上尾一坎山陆上的部分嘛，袂搁管制。未来新军区拢总地有29个会员国。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2个内政部长，伫下年的这一暗，拢出现伫边境的检查站，恭喜这赛车的人会当唔免落车查验证件，直接通行。За двете държави България и Румъния това е ед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успех, който постигнахме съвместно на база на доверието и на усилията. 这2个伫东欧的国家边境相连，逐工要过境的车数量是真大棚。2个各界30个检查站，为着要检查证件，逐工排队拢是排甲落长。
这两国从2011年就开始申請加入新禁區。後面新冠局在去年12月12日正式投票表決通過兩國的申請案，而且決定在2025年1月7日返點季開始實施。保加利亞甲羅馬尼亞2007年開始就是後面的新冠局，2010年就已經有加入新禁區所謂的條件。會拖這多年，關鍵是因為奧地利甲荷蘭對非法移民偷渡過境的問題有疑慮，嘛因為安尼，海空邊境的新禁區為去年3月份就開始實施。陸地申根是伫咧兩國甲奧地利簽署協議，答應會加強邊境的管制了後，才有具體的結果。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有愈來愈多少年人興食電子煙，尤其是迄款免充電食一解就偏掉的。歐洲的比利時為今年開始就要禁止賣這款電子煙。啊，那伫咧美國的加州，即陣是因準線賣業者甲大麻含這的物件做伙賣，希望會當刺激消費。比利時對2025年元旦開始全面禁止賣100成的電子煙，是歐盟頭一個禁止電子煙的國家。電子煙在歐洲是真俗，見效無夠傳統煙的一半。加上五彩色地的包裝，加各種水果的口味，對2016年合法化以來，真緊就佇少年族群中間來流行。不過各國研究攏指出，長期使用尼古丁對青少年腦部發育有不良影響，更加可能讓青少年進一步的試食尼古丁含量更加高的傳統的煙。比利時首先來禁止電子煙，真濟公民團體攏表示歡迎。Donc l'Alliance pour une société sans tabac est vraiment très heureuse de cette interdiction de vente des puffs, tant pour l'impact environnemental que ces cigarettes électroniques jetables ont, car à chaque fois ce sont énormément de déchets qui sont produits, mais également pour protéger les jeunes, vu qu'on voit que c'est majoritairement chez les jeunes que ces puffs sont consommés. 歐盟正在推動2040無煙世代，計劃將食煙人口對即陣25%降到5%以下。也2023年研究發現，雖然大多數食電子煙的人，依然選擇會使隨便使用的充電式電子煙，不過用完就稀釋的100成電子煙，確實上受到15到24歲少年族群的喜愛。鏡頭轉到美國加州，這唔那早就大麻合法化，對今年元旦開始更加穩準。大麻零售商在店面賣小的食物加飲料，並且穩準現場演唱這表演活動。有個當地真緊的出現真濟大麻咖啡館，親像荷蘭阿姆斯特丹常常看到經營模式。提案立法的州議會議員講，這款的做法是希望協助大麻業者多元化經營，刺激經濟成長，並且打擊非法毒品。不過，對健康有害的食條的物質，反對民眾意見真多，各國甚至美國各州態度也無同款。公視新聞由派順編譯。芬蘭唔但會當欣賞北極光，嘛有真濟遊客專工來看森林的美景。當地道旅館甲四道壁攏裝反光玻璃，遊客住佇遮，袂輸規個人攏浸佇咧大自然內底。在拿破崙首府羅瓦涅米郊外的一個樹林內面，有一間看起來清氣佫簡單的玻璃厝，四面反光的落地窗啊，照出隨風的搖的樹影。和這間旅店是真正掩心佇個樹林內，遊客踮佇個溫暖佫現代化的室內，就會當甲這規片自然美景攏總欣賞到。You can see the forest here, and nobody can walk in front of your window, so you can really enjoy the silence, enjoy the view. 開這間旅店的主人是一對真愛大自然的翁仔某，因為着互旅館和大自然變做一體，是開真濟功夫。Our first idea was to make wooden logs houses, and we did the first version of prototype, and we saw that it's not melting enough, so we decided that we have to really melt them in and increase the amount of trees by reflection, not decreasing them by the cutting around. 除了含窗仔外的美景真小我，這個旅店內面酒吧含三溫暖這設施攏總有，甚至佇個戶外頂道閣會當浸溫泉，而且這離羅瓦涅米市中心敢若10分鐘的車程，旅客只要一個下就會當離開城市來遮放鬆。But anyway, our main guests are nature lovers, those who want to stay in the nature, but still not far from civilization, so they can have all the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and also not ready to give up of the luxury. 這間旅店因為安尼是誠真濟網青來遮打卡，唔管是寒天還是熱天，會使講逐工攏客滿，變做羅瓦涅米另外一種特別的景點。羅瓦涅米因為紅叫做是耶誕老人的故鄉，佇世界上真有名，加上足極光的日照，遊客人數佇個疫情了後2023年。
年创一暗都有120万人来的记录。2024年往来德法真侪城市，佮新开13条航线，观光业发展甲正兴，嘛，互旅游带续出现愈来愈侪选择。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